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MTF Channel，我係 Daisy，今日繼續邀請到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愛回小王子 Aaron 上嚟我 channel 傾下偈啦。Hello，Aaron。Hello，Daisy 你好，Hello，大家好。係啦，開始之前都係嗰句，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你嘅 channel 啦。嗱，Aaron，咁啊，星期二嗰日咧，咁啊，特朗普就話同伊朗咧就達成咗一個2個星期嘅停火協議啦。咁啊，大家就以為咧，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啦。咁但係咧，即係唔夠24個鐘咧，而家咧好似個情況又有一啲變數咯喎。因為就話咧，即係以軍咧就用戰機轟炸黎巴嫩啦，咁所以伊朗就話佢哋就違反咗呢個停火協議，所以就再次關閉咗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啊變咗而家咧，好似大家初初以為咧踏入第二季咧，即係咪終於可以擺脫到一啲地緣政治啊或者打仗嘅因素咁樣啦？咁但係而家似乎咁樣睇咧，係咪都未真係擺脫到，同埋仲有好多變數咧？Aaron 覺得？係啊，即係我諗你話突然之間一夜之間就話可能傾得成一個協議，其實我諗大家都半信半疑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如果你話兩個國家都肯出嚟叫做有啲好消息傳出嚟嘅話，你見市場其實都係好興奮嘅。即係其實反而你話而家突然間變翻又轟炸翻，你話當黎巴嫩都好啦。咁你見市場個反應又唔係想象中咁負面，即係變咗你如果睇一睇，即係評估下市場對呢啲消息嘅反應嘅話咧，應該係有少少係麻木咗，係對呢啲比較負面嘅新聞。咁但係咧，如果見到有啲好消息咧，就會比較興奮一啲。咁但係當然啦，大家明白就係大家首先係特朗普，你都知佢成日都五時花六時變啦，講嘅嘢嘅話都成日有變數啦，所以大家都有少少半信半疑啦。或者你亦都見到咧，其實雖然話2日前大家係好興奮，但係咧其實你見到佢同其他官員嘅言論咧，好似就都啲口供唔係好一致嘅，即係有少少係即係大家各說各話咁樣。咁我諗俾人感覺上就係其實佢達成呢個所謂共識咧，可能係一個框架性嘅協議，但係好多細節咧其實係未傾清楚，或者甚至我唔知佢會唔會係佢根本冇諮詢過其他嘅官員，咁啊自己達成咗啲協議先啦。咁所以啲細節上邊咧，好似就都仲係好模糊啦。咁變咗中間你見而家就變咗又傳又話霍爾木茲海峽原來唔係可以完全係開即係解封或者係開翻嘅喎。咁加埋就可能係啲細節上邊，如果你有頭先有啲零星嘅其他消息傳出嚟咧，大家都仲係繼續觀望，即係唔會話100%完全興奮就去即係當係一個新嘅趨勢去做。不過即係我諗喺呢一段時間咧，始終大家都經歷咗超過1個月嘅時間啦，由即係2月尾或者3月初開始，整整1個月多少少咧，可能大家就期望咧就有啲咁嘅好消息傳出嚟啦。咁所以我諗對市場氣氛嚟講叫做改善咗啲嘅。咁但係你見因為過去成個3月份咧，嗰個波幅實在太大啦，即係而家咧，你見到都係難啲咧，係去話哇，真係即係 all in 咁去，無論係清倉或者 all in 入翻市咧，大家都係冇咁嘅信心，同埋呢啲始終係一啲消息市啦。大家亦都係仲係評估緊一啲後續嘅後遺症，包括就係對油價啦、對通脹啦，甚至對息口啦。其實大家都仲係要啲時間，真係要件事完全解決咗，大家先清楚咗究竟對嚟緊呢啲頭先提過3方面嘅影響有幾大咧？咁其實呢個就正正就係令到大家從一啲基本面分析上邊咧，都仲係透明度比較低，能見度比較低，即係起碼淨係喺個加息時間上邊咧，你見聯儲局其實嗰個會議記錄咧，其實都仲係話今年有機會係減一次息嘅。咁但係你見到利率期貨即係市場嘅而家呢一刻嘅真金白銀買緊嗰樣嘢咧，就係其實係到2027年咧，基本上都係唔會去減息嘅。即係呢個係最新嘅利率期貨啦，即係個 Fed Watch 啦。咁你見到其實大家一路除咗估緊今年唔減息，但係當然亦都唔係講緊加息住啦。咁但係你見到去到2027年嘅7月份咧，大體上都係覺得會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比較高嘅。咁所以即係我諗你要市場再因為咁樣去重新改變呢個息口嘅預期嘅話咧，可能真係戰事上邊咧，起碼要真係叫做大家有個真係
叫做詳細啲或者清楚啲嘅一個協議，有晒多啲細節出嚟，大家開始知道，唔會仲有啲咁嘅變數啦，唔會真係又話咩無端端邊個違反邊個協議，大家覺得有個信任，重新建翻呢個信任出嚟之後咧，先至可以係再重新去扭轉啦。咁所以我諗對。即係啲投資市場嚟講咧，其實大家都仲係做一啲短線操作為主。咁但係當然對一啲整體嘅趨勢咧，其實就冇改變到嘅。即係大家例如舉個例，可能你或者金市為例啦，咁個波幅係絕對誇張啦，即係講緊由最高峰5600，即係講緊係呢幾個月嘅時間啦，係2026年開始跌到最低，你見到係曾經係啱啱叫險守住4000蚊邊位呢啲水平嘅時候咧，咁即係講緊係。過去一季啫，已經有1600蚊嘅波幅喺度啦，差唔多。咁但係而家又上翻呢1600蚊嘅中間中位數，即係啱啱4800，你當而家4700邊位啦，但係你當4800齊頭啦。咁其實啱啱上邊就有800蚊嘅空間，下邊有800蚊嘅空間。咁好反映緊就係大家市場上邊咧，其實大體上係個方向係睇升嘅。尤其呢啲過去幾年係比較清楚嘅一個趨勢嘅資產啦，大家仲係有興趣想喺低位去買入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話要重新即係 pick up 翻一個好強嘅走勢咧。我諗如果係要市場要回歸翻去基本因素先有咁嘅諗法啦。但係如果純粹因為仲係睇緊特朗普睇緊國與國之間啲消息面主導或者戰爭主導嘅一啲消息嘅話咧，我諗呢啲消息就未必可以帶翻一個新嘅趨勢出嚟住咯。明德開戶即送你50蚊美金，轉倉優惠高達780蚊港元。係啊，因為我見即係早兩日話停火嘅時候咧，即係開始可能好多投資者都會即係學 Aaron 或者即係重新佈局啦，即係可能拋售翻啲原油啊，買翻啲股票啊、金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聽 Aaron 咁講，係咪仲未真係完全可以咁樣轉呢一個 planning 住？即係譬如啲油今日都見到又升翻啲咁樣，咁啲油價方面，你覺得係咪即係似乎都未真係真正嘅回落到咧？係嘅，因為始終即係突然之間你呢啲始終大家估唔到，尤其即係講緊戰爭層面上嘅，可能有時都係要為咗即係面子啦，或者係國家層面上邊就唔係話真係可以完全咁簡單就話喂，我出一個框架協議，跟住就已經圓滿解決晒。咁同埋大家都覺得即係後續咧係始終係有個後遺症喺度。咁所謂後遺症就唔單止頭先我提嗰啲影響油價、通脹，或者佢甚至進一步係影響埋個大家國與國之間嗰啲加息啊、減息嗰個方向啦。咁但係反而係國家層面上邊啲就始終有少少可能國家仇恨啦，或者點樣會唔會有啲後遺症係繼續衍生出嚟咧？呢啲大家都係唔知道嘅。咁所以我諗。從特朗普自己本身個人嘅部署，咁最簡單佢就當然係希望喺中期選舉上邊啦，可以係叫做贏到啦。但係可能佢都係即係捉棋咁，可能都計錯數嘅，可能有少少計錯數嘅情況。同埋你見到而家佢嗰個成個自己內閣嗰個 approval rate 即係嗰個支持度啦，其實都係佢上任以嚟嘅最低嘅。咁所以即係我諗佢。當時如果你話一場戰爭可以係快刀斬亂麻去解決咗，咁可能當然個功勞就歸晒嚟啦。但係拖得越長嘅話，大家開始計一計就係其實究竟係着數多啲啊，定係負面嘅即係嘅因素會多啲咧？咁甚至戰事越拖越長嘅話，對於美國自己嗰個即係軍費上或者係財政上嗰個壓力，嗰個赤字個壓力其實都幾大嘅。咁所以究竟呢件係好事定壞事，大家而家都仲係即係唔敢去判斷。但係如果頭先你提到，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好消息叫做大家等咗好耐嘅所謂好消息出嚟嘅話咧，大家其實係興奮多於係即係而家再進一步係再負面嘅情況咧。我諗暫時用咁嘅判斷嘅話咧，似乎大家係會比較興奮多啲，即係真係期待係多啲咁嘅新聞，或者一有呢啲咁嘅新聞咧，大家個反應係會大啲，係比較正面啲嘅反應。咁所以頭先你提到可能股票啦，或者係金啦，咁其實大家一路過去幾年嘅佈局就係、當然佢升幅係誇張嘅，即係講緊係如果真係由當2024年大概2000蚊鬆少少，開始一個比較明顯嘅突破啦。如果真係呢個比較長線啲，大家應該歷歷在目嘅，其實就係2000
2020年開始啦，到2024年咧，其實嗰時佢仲係一個高位整固，大概係1,600至到2,080蚊，喺呢400零蚊嘅波幅入邊咧，係整固咗4年啦。跟住真係正式就真係喺2024年嘅大概2,400蚊都好啦，即係突破咗2080之後咧，其實真係就明顯一個單邊升市。咁我諗呢兩年之間咧，大家就慢慢就儲咗一啲信仰都好啦，就係你我個資產配置上邊咧，都係要有啲黃金嘅比重，無論你係短炒或者係ETF 或者實金都好啦，其實都係要擺部分嘅資產落去。咁呢個信念咧，我諗到呢一刻其實都係未叫做改變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兩年由2024年開始咧。雖然我哋今次講係呢個係比較中長線，用周線圖去反映緊呢個咁嘅睇法啦，但係你見到呢啲平均線咧，今次先係第一次咧，係重新測試翻呢一堆紅色嘅平均線。咁呢啲係咩嚟嘅咧？即係呢個係大概咧，如果係用周線去睇咧，呢個係30週至到60週嘅平均線嚟嘅。咁即係真係比較一個中長線角度。當然，你如果將個圖表轉翻做例如1小時圖，呢個就30小時到60小時之間嘅不等嘅一個平均線。咁而家用周線圖就30週至60週。咁講緊係喺呢兩年之間第一次咧係掂翻落嚟。咁我相信即係如果一啲咁中長線嘅部署，可能係一啲基金啊，或者係啲比較倉位比較大嘅啲機構投資者嘅啲部署嘅話咧，似乎佢哋係有興趣呢啲價位去買入嘅，就唔會話一下子咧就一隊穿落嚟，完全係冇承接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你由即係高位當係真係今年或者係歷史高位咧，暫時嘅歷史高位咧，當佢5,600蚊開始落到佢大概4,000蚊嘅話，而我哋假設係唔會一下子就跌穿呢啲平均線，即係最平均最低位就差唔多係4,000蚊嘅啦，呢個係60週嘅平均線啦。咁變咗呢個波幅，既然係一季之間係出現咁誇張嘅波幅嘅話咧，咁而家我諗頭先假設我哋嘅判斷係正確，即係話大家係傾向對啲好消息係反應大啲，對啲負面啲嘅消息咧開始有少少係麻木咗，或者係唔再係咁 panic，唔再係咁驚咁樣去清倉嘅話咧，咁變咗可能大家就喺隻金上邊咧，都係用一個趁低吸納嘅部署。咁個假設就係即係呢個4,000蚊可能就係初步已經係叫做見底啦。咁如果你睇翻即係再短翻少少，即係貼市翻少少嘅一個睇法嘅話，可能呢個就係4小時圖啦。其實你都見到喺3月尾嘅時候咧，嗰時係大概啱啱4,000蚊嗰下咧，其實已經一抽翻上嚟咧，去到大概接近4,300噶啦，已經係4,280至到4,300不等呢啲價位。咁所以呢個假設就係呢個4,000蚊，如果你係假設咗已經係短期做咗個低位嘅話咧，咁而家就開始揾下究竟近啲嘅阻力喺邊，近啲嘅支持喺邊度。咁如果喺呢個4小時圖比較明顯嘅圖表上邊睇咧，似乎就大概如果想做淡，繼續係唔信隻金係會破頂，係覺得都仲係偏高，要進一步調整嘅話咧，咁似乎喺今個星期如果有機會見得翻接近5,000蚊呢啲嘅阻力區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呢個係比較清楚啲嘅阻力區喺度啦。咁頭先既然提到4,800係個啱啱中位數啊嘛，咁下邊嘅話咧4,300當然啦，你亦都唔預計咁快會跌得落嚟啦。咁所以如果比較純粹技術比較貼市啲嘅支持區嘅話咧，似乎喺大概4,500至4,600之間咧就會有一少少嘅支持喺度。呢啲係即係市場暫時行出嚟嘅一個走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假設咗係4,000至5,600，我哋而家嘗試去收窄可能嚟緊一個短線少少嘅波幅區間嘅話咧，你可能假設就係呢個4,600至到係5,000蚊之間呢個波幅入邊喺度上上落落。咁所以即係我嘅傾向咧就係最惡劣嗰個情況咧就過去咗。咁但係你話要重新 pick up 翻一個上升嘅動力喺邊度咧？咁有啲咩誘因咧？其實例如頭先既然提到個息口上邊。突然之間，大家而家一面倒假設緊聯儲局咧係唔會再減息噶啦。咁如果唔減息嘅話咧，其實對隻金價嚟講咧，
其實係一個負面嘅因素嚟嘅，始終即係息口偏高，金係唔識生產利息啦，咁即係冇咗，即係本身如果係可以即係叫做延續翻美國嗰個減息週期嘅話咧，呢個係對金價仍然係有利，但係暫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市場係相信聯儲局係維持利率不變一段長時間，咁即係話金價可能就少咗一個推升嘅一個催化劑啦，咁所以變咗你當係暫時呢個4600至5000之間呢個水平上落先，所以如果有機會挨住當4550至4600之間呢啲位咧，我覺得短期即係純粹先用短線角度啦，即係未來1至2個星期咧，個波幅可能就會收窄到去呢個水平附近咯。咁但係呢啲價位就唔算話好吸引，即係所以都仲未係咩 all in 或者清倉，就唔係咁嘅做法。但係你話即係先做咗少少假設，就係喺呢啲阻力區可以係輕量減持翻，或者去翻一啲支持區，大概4500至4600之間呢啲位咧，可以係略略增持翻嗰個金嘅部署啦。無論係短炒或者 ETF 都好啦，都係即係可能呢啲水平係一個市場暫時仍然覺得係有機會重新吸納翻嘅一啲機會嚟。係啊，同埋始終即係最近個波幅都係好大啊。咁嗱，問 Aaron 啊，即係個美金，因為見到即係早兩日一話停火嘅時候，就美金都係即刻跌嘅。咁但係美金即係 Aaron 又覺得，即係如果真係個戰事開始真係大家慢慢好啲啦，而大家又係傾向即係似乎對好消息嘅期待多一啲，咁個美金其實係咪又會開始轉翻弱咧？係嘅，即係如果你睇翻成個走勢咧，其實都係冇變到嘅，就係都仲係大家就等待緊一個比較明顯嘅趨勢。咁雖然即係呢個圖咧就4小時圖，但係啱啱好都仲係可以睇到由2025年到而家嘅趨勢，即係講緊過去一年多一季嘅時間。咁大家都仲係記得咧，上年年初嘅時候咧，隻美金就跌足半年。由1月嘅大概110嘅水平啦，咁最高位就跌到大概喺6月尾，啱啱7月1號嘅時候咧，就去到大概你當係96嘅水平啦。咁之後成個9個月嘅時間，即係而家都仲係喺呢一個低位96至100之間嘅水平咧。其實你見到都仲係喺度橫行緊嘅，即係有試過3次喺大概95、96之間嘅支持位。喺亦都試過4至5次啦，喺大概100嘅水平呢啲位咧，就係衝翻落嚟。咁我諗呢個走勢上邊都仲係即係簡單啲畫一個咁嘅圖表咧，就係跌咗半年，跟住而家呢9個月時間咧，都仲係喺度橫行緊，咁係等緊突破。咁亦都反映緊一樣嘢啦，就係佢唔係一個好強嘅美金嚟嘅，仲係一個大方向上邊係偏弱少少嘅美金，即係大家最擔心可能美國可能個財政惡化或者嚟緊會減息啊，呢啲因素咧，可能都仲係困擾住大家對個美金嘅信心嘅前景咧，唔係太有好強嘅一個信念喺度。咁就算你見到頭先我哋講一路探討緊啲戰事嘅影響都好，其實戰事就啱啱喺3月尾嘅時候，2月尾3月初嘅時候爆發啦。咁當時就美金咧，其實正正就即係未爆發戰事嘅時候，啱啱喺98水平。咁就算你過去講緊成個月戰事最興合合或者最恐慌嘅時候咧，都冇因為話避險咧推到隻美金好高，都係講緊由98推翻去到100呢啲位咧，然後佢都落翻嚟。一有好消息你見咧，就即刻。2日前啫嘛，講緊都係仍然係接近100水平咧，單日跌翻去到啱啱98呢啲水平附近，即係99樓下啦，未跌穿嗰個起步點。即係如果你跌穿戰事嘅起步點嘅話，即係講緊係翻98樓下嘅話咧。咁我諗就話俾大家知，大家對呢場戰事咧，其實就已經還原基本步，去翻當解決咗，去翻起點噶啦。咁但係而家未啦，亦係翻翻去99呢啲位啦。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即係佢喺最恐慌嘅時候咧，都冇將個美金推到好高，大家都仲係講緊98至100之間喺度上落。咁所以如果一旦當大家回復翻冷靜，翻去個焦點唔再擺喺個戰事上邊啦，反而可能多咗數據去睇到呢個對個通脹嘅衝擊，可能有冇影響到對聯儲局或者係其他央行嘅息口嘅貨幣政策嘅
取態。咁如果開始翻去呢啲焦點新聞上邊嘅時候咧，咁我諗隻美金會延續翻呢個比較弱勢嘅機會係高嘅。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喺過去9個月嘅時間咧，其實先後有5次機會咧，大家都係喺呢啲100呢啲水平附近咧，係可能係買翻啲外幣啦，可能係沽翻少少美金啦。咁呢個睇法，我覺得延續嘅機會會係高。但係另一個焦點就要睇下幾時跌穿翻2月尾3月初戰事爆發時嘅起點，你當係98嘅水平，應該係呢個位啱啱爆上嚟嗰下嗰個98邊位呢啲水平。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就仍然假設住去98至100之間啦，但係總體上隻美金都係偏弱嘅機會係高嘅。係。咁如果喺外匯，即係如果美金仍然係比較偏弱，咁外匯市場有冇啲咩焦點咧？即係近日。有嘅，頭先提到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央行嘅貨幣政策啦。咁除咗聯儲局而家暫時維持不變之外咧，其他啲央行其實都係有啲分化嘅。咁例如話日本啦，日本就因為見到佢加人工嗰個情況咧，其實都係呢4-5年以嚟，即係2021年左右以嚟咧，係叫做最多嘅。即係其實令到日本央行加息嘅壓力或者加息嘅時間咧，可能會提前啲，咁所以呢個對日元嚟講係有着數嘅。咁而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澳洲係即係反其道而行啦，因為即係通脹高咗咧，佢今年係唯一一間央行就係連續加咗2次息，其他央行都係按兵不動，未有動作嘅時候咧，佢就自己加咗息。咁雖然佢而家就加完息之後，當然會停一停先啦。但係大家都仲係對央行嘅取態上邊咧係比較樂觀嘅，覺得起碼佢冇轉態，佢只不過可能係將個時間加咗2次啦，不如再停翻一陣，可能去到年中，例如話7月或者8月份左右咧，再加下一次，即係今年第3次嘅加息。咁所以大家對澳洲紙嘅睇法咧，都仲係保持偏樂觀。相反咧，例如尋日啦，紐西蘭央行咧，就繼續維持不變嘅。咁中間佢哋傾過啲咩咧？佢都承認，即係個央行行長咧都出嚟承認咧，其實喺會入邊佢哋係有討論過，會唔會加息咧？不過就大家可能即係你一言我一語，大家就未有共識嘅。即係委員之間咧，可能對頭先我哋提到，我哋都即係睇唔清楚對油價啦，究竟係升定跌啊？通脹究竟係持久嘅定係短暫嘅影響啊？咁究竟而家呢一刻加唔加息好？不如就按兵不動啦。咁即係有拎過上台傾，但係就冇共識，即係佢唔係一個好鷹派嘅一個動作。咁同埋當然啦，即係紐西蘭嘅經濟冇澳洲咁好啦。無論係可能係啲失業率啊等等 GDP 嘅數字咧，都係冇咁標青。咁而央行態度上邊就未算係特別鷹派嘅時候咧，咁我諗即係佢都仲係會落後俾澳洲紙。咁所以即係我諗喺央行層面上邊咧，比較鷹派少少，可能就係澳洲啦。佢唔鷹派，但係喺數據上邊有啲壓力令佢要加息，就係仍然係日本啦。咁呢啲我諗都係對即係亦嚟緊個息口上邊咧，可能就喺第2季之前都係會有機會喐一喐嘅一啲央行啦。其他嗰啲可能歐洲當然都係啦，歐洲都係表咗態係會之前係會最大機會可能4月份啦，亦都有機會會加息啦。所以你見到佢當美金一跌嘅時候咧，即係歐元係彈得最多嘅。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今年個主題喺匯市上面嘅重心咧，除咗因為Donald Trump 中期選舉之外咧，要留意下就係即係每一間央行嘅加息嘅時間，咁可能造就咗一啲短線嘅一啲投機嘅機會咯。咁但係即係有邊啲央行係經濟唔好，但係逼住要加息嘅，可能就係頭先提到紐西蘭有機會啦，加拿大啦，咁加拿大就仲最即係最大問題就係仲有一個美墨加嘅協議同美國之間嗰啲矛盾啦，或者政治上嘅角力啦，就係困擾住佢。咁所以即係總結嘅話咧，澳紐加3隻商品貨幣咧，澳洲自己都仲係相對基本因素比較好啲，加息個線路比較清晰啲。佢而家個息口係比較高啲，因為佢有4厘以上嘅息口，其他都係得2厘幾，即係3厘樓下，咁所以有個息差嘅優勢喺度，加埋有少少加息嘅幻想空間啦，咁所以佢呢幾個因素都仲係支持就澳洲紙。
咁所以個次序上邊澳紐加就跟翻住澳洲行先，紐西蘭喺中間。加字就擺㗎落後少少，直至到佢嗰個美墨加協議咧，可能比較清晰啲，先至係再去即係追入去啦。咁其他嗰啲貨幣嘅話，就即係冷門啲嘅就係隻多啦 yen 咧。就如果真係睇下日本央行幾時會唔會將個加息時間係褪到喺頭先提到嘅4月呢個議息會上邊，呢個係一個機會，但係始終另一邊因為美國就頭先俾個利率期貨大家睇啦，大家亦都堅定地相信咧，暫時美國係維持個利率不變，即係 keep 住有個息差，所以除非日本係真係比較強烈表達到去唔止加一次嘅，可能係因為可能通脹又好，加人工又好，佢係想今年有例如2次嘅議息嘅加息嘅機會嘅話咧，咁可能先至可以引到大家係去吸納翻隻日元啦，否則嘅話你沽日元咧，即係嘅沽多啦 yen 買日元嘅話咧，就要面對住可能都要俾一個貴啲嘅利息成本。嗰啲我諗做多啦 yen 就要真係好捕捉嗰個 timing，同埋係比較要動態少少啦，即係唔可以話而家第二季買到去年尾先至去找數，先至去平倉就唔得，中間係要識得走位，識得平下倉啊，減持下，跟住佢啲價位靚嘅時候先增持翻。咁所以而家呢個價位其實 OK 嘅，即係159至160之間咧，其實係吸引嘅價位，但係你就唔好重倉住啦，即係先做咗一注先，跌穿157.5咧。呢個位就係一個信號，就係可以第二注先至係買翻個日元，所以而家係一個試探性嘅倉位，跌穿160，即係多啦 yen 升穿160就擺咗個 stop loss 先止蝕咗先。咁但係如果係去翻157.5跌穿到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考慮係再追沽翻隻多啦 yen，第二注嘅多啦 yen 咧，先係喺嗰個水平先去加落去。好，咁今日多謝 Aaron 又幫你做咗個詳盡嘅分析啊。咁總括嚟講咧，就係踏入第二季咧，其實真係仲係有好多變數啊嚇。初大家以為因為琴日一放完個假開市，就好多嘢都好似好晴朗咁樣，但係原來都未真正即係走出嚟啊！發覺好多即係嘢，即係所以大家咧第二季都係仍然要小心啊嚇。咁好，今日多謝 Aaron，都係嗰句，大家問題歡迎下邊留言俾我哋，下次再幫大家問 Aaron。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好，拜拜。